大家好，我係5米班楊子琪，我係5米班吳元希。今日我哋會講一樣好特別嘅嘢，就係2025年全國運動會嘅會徽。子琪，你知唔知道今年嘅全運會有咩特別啊？梗係知道啦，今年係第15屆全國運動會，由廣東、香港同澳門一齊合辦噶。冇錯，呢個係中國第一次由3個地區共同舉辦嘅全運會，好有代表性噶。講到全運會，就一定要提下佢嘅會徽。你有冇睇過呢個圖案噶？好靚噶！我當然睇過啦，嗰個會徽係由3朵唔同嘅花組成嘅。上面嘅木棉花係代表廣東省，跟住係紫荊花代表香港嘅區花，最後就係蓮花啦，代表澳門嘅區花。3朵花嘅花瓣旋轉交疊，好似一朵會盛開嘅花咁，象徵住融合、團結、共榮，好有大灣區嘅感覺。仲有啊，成個設計睇落去好似火花綻放咁樣，好有動感噶，寓意所有人一齊綻放活力，齊齊追夢。啱啊，設計理念就係繁榮與包容，代表粵港澳3地合作無間，背靠祖國，放眼世界。而且呢個會徽仲會同全國殘疾人運動會，仲有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一齊使用噶，意思就係人人都可以享受體育嘅快樂。真係好有心思，每一瓣花都好似代表住一份努力同希望。最後，我哋一齊講返2025年度全運會嘅口號啦！激情全運會，活力大灣區。希望大家都支持全運會，投入運動，享受運動，一齊為中國運動員加油啦！穿過黑暗的，總是最亮的那束光，到達遠方的，總是最倔強的夢想，奔跑出翅膀，讓最美的旗幟飄揚，看世界風光，總有我存在的閃亮。共赴山海。